你孙女。你说什么？她是你女儿？只要你爱吃，以后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给你做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妈，刚才我还订了很多新的虫草，就在后面的柜子里面给你放着，记得按时吃。嗯。还有公司上的事儿，以后让下边人去做就好了，让他们帮你分担一点，一个人干太累了。哟，少宇，你这几天是怎么了？怎么替妈想了这么多？没有，心疼你，心疼。嗯。从小到大，你为了培养我，花了多少精力，花了多少心思，我都知道。那之前因为依然的事儿呢，我对你态度不好，是我不懂事儿，你要原谅我吗？傻孩子，哪有当妈的跟自己孩子记仇的呀？妈不怪你，能有你这么个懂事的儿子，妈已经很知足了。妈，我有件事儿想问你，但不知道行不行。什么事儿？其实从8年前开始呢，你就一直反对我跟依然在一起，甚至不惜逼走的。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样做？在今天这种情况下，你能告诉我吗？少宇，妈之所以反对你和依然在一起，因为当年他爸是咱们家生意的竞争对手。我跟他爸爸在商场上有很多的明争暗斗，这些你们都不知道。后来，我联合了几家公司，用了很极端的手段，把他们家的生意彻底给击垮了。所以我一直担心，依然是故意接近你，是替他们家来复仇的。妈不得不替你防着点儿。少宇，妈知道当你那么做，可能伤害了你的感情，但是生意场上本来就是你争我夺，不能有半点怜悯，否则被击垮的可能就是我们。你要明白妈的一片苦心。明白，现在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，再去追究谁对谁错，没什么太大的意义。只是这样看来，依然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，他没有错，对吗？少宇，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其实有件事儿，我应该这回回来就告诉你，但是我没说。你还记得依恋吗？哦，依然的妹妹，那孩子挺可爱的，怎么了？是啊，又可爱又聪明，但她不是依然的妹妹，是我女儿，是你孙女。你说什么？她是你女儿？你当时逼走依然的时候，她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只是她没有告诉你，只是一个人默默的离开，选择独自抚养她长大。依恋，真的是你女儿，是我的亲孙女儿。妈，你把我养大，知道养一个孩子有多不容易，所以这些年依然受了多少委屈，
受了多少磨难，我想你也应该明白。而且他遭受的这些罪，或多或少都是由我们间接造成的，你说是吗？所以过去这些年，不论依然做了什么，对也好，错也好，那都是过往了。我希望你可以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它。如果时机允许的话，我真的希望你去多和他接触接触，多去了解了解他。你会对他改观的。妈，依然选择为了我生下这个孩子，并把他养大，你觉得他心里还有恨吗？所以，请你相信我，相信这个你儿子曾经很用心爱过的女人，好吗？谢谢妈。啊，你帮我看看，我是不是全做对了？我看看啊，100分。继续把后面的也做了啊。依然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对，3番5次的拆散你和少宇。昨天少宇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他都告诉你了？我也是个女人，也是带孩子过来的。我知道，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这些年，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
其实这些年有依恋陪在我身边，更多的还是快乐。而且我一想到依恋是我跟少宇的孩子，那些苦啊、累啊，真的都不算什么了。我今天看见你和依恋，你们生活在一起，虽然过得并不富裕，但是却很充实，也很温馨。我真的非常感动。都怪我太自私了，一味的要求少宇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让你们两个承受了这么多年的痛苦。依然，我希望你能回到少宇的身边，你们两个应该重新在一起。阿姨，谢谢你，终于接纳我们。但是现在少宇已经喜欢上别的女人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他喜欢上别的女人？他绝对不可能。我亲眼看见的，他跟李密在一起了。他不可能和李密在一起。如果真有这事儿，我早该知道。他一定是在演戏给你看。演戏？这里肯定有原因。他现在干嘛还要演戏啊？他没有理由再骗我了。不如我们一起去找他，当面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